来继续来看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的队长林立，在世界12强赛表现出色，最近是卡到桃色的9分。讲林立甲一个女子传暧昧的简讯，互对方的前翁掠包，要求要爱250万的封口费。经纪公司讲，林立无任何超过规矩的行为，已经提出着告诉告对方恐吓。 扣分费也特别王者，中职乐天桃园队长林立有真侪球迷伫咧杀气，伫咧世界棒球12强赛内底，方看作是摕到冠军的功臣之一。不过最近所牵涉桃色9分，想都没有想到我们有机会可以拿下世界第一。前一阵仔在去台湾英雄新婚出席公召记者会，人看起来轻轻松松，不过其实心情压杂。林立伫咧12强期间，敢若和过去的大学女同学伫咧传暧昧简讯，各方提告性骚扰，对方的前翁阁讲要压了这桩代志。约在了台北市民权东路的这一家咖啡厅，两个人坐下谈判时，对方指着桌上的蛋糕跟咖啡，表示这样250，但林立却认为这是向他勒索250万。 代志伫咧去年12强赛期间也出来，11月10号开始伫咧传简讯，20号邱太太前翁传对话掠到互林立，过无几天佮传简讯，甚至佮去查林立的太太。30号返来台湾，两边就见面，敢若伫咧敲和解金的代志。12月初，林立就到警察局提告恐吓。 林立牵连桃色9分，和外界拢伫咧关注。经纪公司发声明讲，林立做人真守规矩，对对方一直咧骚扰，已经严重影响林立和引导处理的人。恐吓和卡油行为绝对无法度吞吞。查某迄边前翁就是恐吓罪函上，当地检署讲，收案了后会进行分案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